主啊，你是仁慈温典的上帝，无快快收起，阁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求你越过来看我，可怜我，将你的气力赏赐你的奴仆，救你的拄婢的囝。求你显出温典的我的凭据，互怨恨我的人看起来见笑。因为耶和华你帮助我，安慰我。即时，愿三甲来吟圣诗第184首，上帝听痛，哪会遐大？大家起立来吟全首。用信用的告别，使到圣经来做咱的信用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守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难受苦，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
就你打坐全能被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共同的教会，信徒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大家来看启文第25篇，就是诗篇103篇。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来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毋通忘记得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黑坑，用慈悲仁爱做回还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活少年，亲像鹰鸟勇壮。上主施行公义，一切恶济人来伸冤。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歹生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久长责备，永远肯生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伊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责权，伊的慈爱对得位的人嘛有遐尔大。当离开西有照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尔远。老爸安怎样来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罪的本质，伊记得咱就是土粉人类，因伊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是无色，风一个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能的天使，着听叹上帝的话，执行伊命令使者，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伫掌权大所在所有的被造物恁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这时，咱三甲来压头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的听，甲看顾。我嘛感谢你的牺牲陪担当，互阮有这个福分，透过真理来确保你、认识你、明白你的话。你坚固阮、引带阮、教导阮、试炼阮，无论是快乐的，也是困苦的，你嘛无嫌麻烦，拢互阮经历甲体验。会当诚侪阮甲别人的帮助，有成长，有安慰，有希望。阮确实相信你是掌管天顶第一的上帝。求你教示阮甘心乐意来跟对你的脚步，建立这段宣扬福音，也福音的种子伫逐所在。愿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带带领。愿安尼切切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我们看今仔日上帝话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2位第2章
12节到14节。迄时，恁无基督，以色列国无份，伫遮个应允约无感谢，无所仰望，踮伫世间毋捌上帝。恁平素离开远远的，但踮伫基督耶稣，对伊的火有得到君悦，因为伊是做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迄中间三隔的墙。第二个所在，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3节。所以我踮伫主做求犯的劝恁，行代志着合一所受的条，凡事谦顺温柔，用吞顿伫忍耐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对于受圣神所赏赐的合一。以上愿上帝赐互咱听耶话搁去行的人。即时要来请圣歌队来学乐得胜者。
今仔日牧师会讲到题目是咱三工也无相同。牧师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原底是不配，我无法度，我靠家己的才能、智慧、聪明来选择性命。自头到尾，每一个主日来到你的面头前，领受安尼恩典甲福分，拢是在地主上帝你主动对阮的听。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是你价顶的牺牲，所互阮得到领受的恩典。恳求主上帝你的信心提醒阮，来到你的面头前做礼拜，绝对毋是理所当然，嘛绝对毋是偶然。愿主你的神提醒阮爱珍惜安尼一个机会，安尼一个福分。求主信心，你主动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上帝，你通过圣经要对阮的教示，嘛愿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准证，帮助阮行伫即个信仰的道路，拢得到你的提醒。愿安尼向你仰望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大声向咱边仔人讲，信耶稣真好。信耶稣真好，对无？有阿门无？我毋知影咱敢有想过一个问题：当咱行一路哩，当咱出去到外口，咱即个校园，咱进入到咱做工课、食头路的所在，我毋知影咱敢有想过一个问题：凭啥物是我？伫遐尼济人的中间，凭啥物是我听到福音？受到感召，然后来信这个信仰，凭什么会是我？凭什么毋是别人？毋是某咪人？凭什么就是我得救？凭什么有遐尼济的未信者还未领受福音？我毋知咱有想过这个问题无？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凭什么？相信咱过去一校园，还是咱进入咱食头路的所在，咱拢会面对真大的竞争，甚至咱会甲咱的同学、咱的同事会有冲突，会有遮的摩擦，甚至咱若加减有甲别人有要相比较，也是输赢遮的心态。相信咱去到公司、机构、工厂，咱食头路的所在。我要讲的是，迄个竞争其实是真强烈的。有当时，咱基督徒，咱嘛无啥介意甲人有比较、有竞争的态度。总是咱基督徒常常拢会自我要求，爱互家己表现来愈较好，因为这是安那，这是一个好的见证，对无？总是伫咱食头路的所在，当咱表现好，去互咱的主管学乐，去互头家学乐的时。有当时，这看自其他人的眼内感受是安怎？咱无拍算要甲人竞争啊，咱无拍算要甲人比较啊。总是咱该面对这个问题。咱麻烦顶完 PPT。不管如何，不管咱基督徒还是这个未信者，咱甲因之间的这个观念也好，认知安怎无共也好。咱伫即个世间追求愈较好的成绩甲表现，这敢毋是咱伫世间共同的目标吗？请问咱若出去食头路做工课，咱敢有毋望咱家己的技术、咱的财物愈来愈好、愈来愈进步？有无？有无？有嘛？啊，咱敢会毋望讲，咱的薪水甲福利嘛愈来愈加添？毋通讲袂使有无？有嘛？啊，有好的收入。有好经济时阵，咱敢有毋望咱的生活的水准愈较好，愈较好的物质的遮个享受，拢有嘛，对无？总是咱人的心无遐尼好满足啊，好就爱得愈较好，济就爱得愈较济。
我要讲的是，咱人活伫世间，咱追求成长，咱追求家己的进步，安尼有啥物毋对吗？无毋对。今仔日互你进步成长的机会，你会放弃学习吗？你会放弃装备？你会放弃受造就的机会吗？袂嘛，你会去追求嘛？你会去掠条的嘛？这些代志拢无毋对，特别咱基督徒活伫即个世间，表现甲比人搁较好，搁较有见证，即件代志是无毋对的，是无毋对的。总是咱来看，马太福音有记载讲，当主耶稣来到约旦河，要来受洗时阵，伊要受加洗的约翰的洗。总是即个加洗的约翰有一个疑问啊，是安那？因为伊知影伊面头前的这位耶稣是啥？伊是上帝的囝，所以伊毋敢。伊就讲：耶稣啊，我应该要受你的洗，较反倒你来受我的洗。结果耶稣安那甲伊回答？耶稣甲伊讲：咱现在安尼做，正是合上帝一切的要求。咱现在安尼做，正是合上帝一切的要求。道成肉体的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这位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成做人的形象，就是要进入到人的中间，就是要甲人生活做伙。无毋对，耶稣伊内底的灵命，甲价值观，甲平常人无共款，总是无代表讲伊活伫世间无需要守规矩。伊无需要守律法，伊无需要守诫命。伊的内在性命甲人无共，总是伊照常爱守即个世界，也是讲信仰团体即个规矩。共款，今仔日咱基督徒，咱活伫即个世间，咱小共款爱认真来学习、受装备、受造就。总是我相信，咱遮的基督徒甲外口迷信的人，咱的动机。咱的出发点、咱的价值观、咱的目的甲观念，绝对甲别人无共，无毋对。咱遵照即个世界的即个规矩甲约束来生活，看起来有当时咱基督徒甲迷信的人外表行为无啥物无共，其实拢相共款嘛。甲有人讲基督徒上班会当较慢的，基督徒去买物件会当较俗的。看电影会当半价，拢无可能嘛。咱照常爱照这个世界这个规矩甲约束去生活嘛。咱一切行动拢甲迷信的无啥物无共嘛。总是我相信，咱人生的目的甲别人安那绝对无共。咱做的目标无共，其实加减咱的生活、咱的思考、咱的行为，嘛会甲迷信的人有无共款的所在。那安尼，咱倒一解来回想。头我第一开始问的迄个问题，到底凭啥物？凭啥物是咱？凭啥物咱活伫世间会当得救？凭啥物咱听到福音就来信耶稣？凭啥物会是咱？到底咱有啥物特别的？总是这个问题会当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咱遐尼无共款，既然咱听到福音会当信，既然咱会当得到这个救恩，那安尼，咱要安怎表现出咱的无共款？咱要安怎表现讲咱是得救的？咱大乘转来到保罗伊所生活的迄个时代，伊所面对的问题，甲咧这个伊实是初代教会的时代，是犹太的基督徒非常坚持得救的记号。意思是讲，你无受割礼，你就无得救。这是过去保罗的迄个时代，总是咱来看咱今仔日的时代。咱现代基督徒，请问，咱得救的记号是啥物？啥一回是咱得救的记号？洗礼，叫起头前牧师念念的阮一下水，你就得救啊嘛？牧师无讲生笑哦，只是念念的做这个动作，你就得救啊嘛？也是来到教会，你要去参加大大小小的聚会甲活动，安尼就是一个记号。也是进来教会，你就赶紧去上这个洗礼班，将所有的教育课程拢甲上好了，安尼就是一个记号。
也是讲教会有啥物事工你拢去参与，拢做啊遮矫正，也是讲提高家己的曝光率，受选做执事长、做长老，安尼就是一个记号。到底啥物货是咱现代基督徒得救的记号？兼真正拢是外在者的物件吗？若是讲真正是外在者的物件，其实咱甲保罗迄个时代的犹太基督徒嘛，无啥物无共啊。伊看到迄外邦人受割礼，伊就徛一边仔讲，挂了好，我真满意。守律法，我真满意；守诫命，我真满意。啊，咱现代基督徒，尤其是咱一教会久久的人，咱敢有安尼的心态？看到初信者，看到无道友入来，开去参加大大小小的活动聚会，参加事工，啊，咱就徛一边仔讲，做得好，我真满意。这到底敢是咱现代基督徒得救的记号？到底啥物货才是咱得救的记号？兼在某一个程度，咱基督徒有某一个程度的属灵的骄傲，加减减有属灵的骄傲。无毋对，咱活伫世间爱尽心尽力分别做成，咱爱有好的见证来荣耀咱的上帝。总是有时阵，咱家己的标准，咱家己较极端的遮个要求，兼在会将家己当伫人甲救恩的中间。会互家己当伫人甲救恩的中间，咱尽力要好好做一个基督徒，总是有一寡代志顶面，咱较外口的人群上过疏远，上过疏远。咱基督徒因为这个信仰，咱爱闪避这个引诱，闪避这个试探。总是外口有侪人无听到福音，无伫这个信仰内底。咱敢有安尼听甲怜悯，去了解别人，去同理别人，去怜悯别人，陷落入软弱甲试探的内底。到底上帝互咱活伫世间，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是倒落？是倒落？只是要互家己表现甲比别人较好尔嘛？还是要表现出这个社会所欠缺的听甲怜悯？到底是对一种？保罗会当讲是这张批信，还是讲这段经文内底，伊的目的上主要就是要来坚固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后面有极大的信心。一方面，这外邦基督徒伊面对犹太基督徒有真大的这个挑战，就像我头仔所讲的，你无守割礼，你就袂得救；你无守诫命，你就袂得救；你无守律法，你就袂得救。讲一句较简单的。你甲我无共，你甲我观念无共，你就袂得救。另外一方面，以弗所迄个所在，咱若是对历史地理来看，迄是一个充满庙祀偶像崇拜的一个所在，大大细细的庙。你要食到迄种无拜过偶像的肉是无可能的。再加上希腊的即个哲学，也是讲希腊的文化，因讲叫做二元论。意思是讲，灵魂是灵魂，肉体是肉体。我只要我的思想保持清气，我的肉体安怎放纵，拢袂要紧。所以，一安尼的生活环境内底，希腊人也是讲这外邦人，常常过伫遐奢华宴乐的这个生活。保罗伊所面对以弗所教会就是安尼。外邦的基督徒，初信的，无道友进入到教会。面对犹太人的压迫，你爱守节，你爱用火，你爱守规矩，你无照我法度来，你无得救，压力真大。回头咧，外口的世界来压手讲，来哦，莫信耶稣啊！较早的生活活爽快，要啉酒就啉酒，要来车花就车花。保罗所面对以弗所教会就是安尼。这初信的，这当进入教会，面对教会内底的这压迫、压力，互因真艰苦。最后，因就放弃信仰，倒转去过弯起头迄个生活。继续留落来，这个信徒咧，好啦，你若遐个歌，我无互你挂。
你若要叫我守这，我就来守。你要要求这，我就遵守嘛。我为着要得到你的认同啊，我只好安尼做。无怪保罗讲啥，这犹太人若遐爱挂吼，规组安那，拢挂起来嘛。遐尼爱挂规组挂起来，安那较清气嘛，得救较矫正啊。不管如何，对保罗来讲，伊上大的挑战是啥物？伊毋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不管是犹太基督徒也好，外邦的基督徒也好，因毋望因彼此之间会当互相相听、互相包容、互相接纳、互相坚固。莫阁因为一寡无必要的坚持，伫遐互相有压力，直到有人放弃信仰，有人离开教会，甚至互人一开始进来这个信仰团体，就感觉真反感。保罗伫这个批信内底，伊家己有真大的反省，伊有真大的反省。伊特别会怜悯遐个迷信的人、粗信的人，也是讲是信仰中间一个滚量的人。滚量就是挣扎啦，吼，滚量的人。伊对遮个人拢有极大的怜悯，因为伊反省伊家己过去就是阻挡别人得救，阻挡别人听到福音，阻挡别人得到救恩的一个人。咱手头若是有圣经，咱来看第11节，第2章的11节，伊家己安怎讲？来，牧师来读我的台语的版本。第2章11节，保罗伊讲：恁遮的出世做外邦人的，就会记得恁过去有互自称受割礼的，就是用手伫身躯行割礼的犹太人，叫做无受割礼的人。这是11节保罗一只所讲的。伊家己承认，过去伊就是用律法的规矩来阻挡人听到福音，来阻挡人得到救恩。总是咱知影讲，保罗后来伊伫前往大马色的过程中间发生啥物代志？保罗伫前往大马色的过程中间发生啥物代志？去互车弄着，是去互光照着，还是去互车弄着？去互光照着，照着安那？车迷对无？迄拢是肉体问题。伊内底人命安那？得到改变，得到更新，得到换新。对迄个中间，伊才知影讲，原来别人所传的迄个拿撒勒人耶稣，伊就是旧约所记载迄位基督，迄位弥赛亚。伊嘛承认，人要得救，毋是我靠家己的行为，毋是我靠家己。人得救，完全是我靠恩典，完全是我靠恩典。主耶稣基督，上帝通过伊一世的决定，肉体的拍破，以及伊流出的宝血。这个宝血是要创啥？要来掠砍咱的罪。当咱的罪受掠砍之后，咱人会当甲上和好，甲上和好，甲上帝和好。总是这个宝血的功能，敢有要互咱人甲上帝和好吗？人甲人之间，敢要通过这个宝血来和好？敢有？顶礼拜咱敢有受圣餐？咱敢有啉迄个杯？咱敢有互相打招呼？这个杯代表的是咱爱必须互相和好啦，互相牺牲。这是迄个杯的迄个功能。咱才会一定得救的基督徒，相共款，咱面对外口真强的这个竞争，咱伫外口的社会，咱伫公司，咱伫做食头路的所在，咱嘛相共款，爱面对济济冲突。总是咱无共款的所在是倒位？咱无共款的所在是倒位？咱无共款的所在是咱会当真做咱的同学、咱的同事、咱的朋友的掠砍。咱若真做因的掠砍，咱嘛当真做因得救的中保。咱若真做因得救的中保。咱甲咱的同学，咱甲咱的同事朋友，生活是共一个环境，咱踮伫一个相共款的处境下面，咱做伙一下做工课，总是咱会当有无共款的态度，
咱会当有无共款的价值观，无共款内在的性命。因为咱若是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伊带来互咱的救恩甲救赎，我相信伫咱的内底绝对会产生无共款一只的价值观甲行动。另外一方面，咱头看到第4章第1节到第3节，保罗安那去教示以弗所教会信徒，咱做伙来读好无？保罗安那教示因遮个属灵，一遮个品格，咱做伙来读，请。好，其实毋免饲到这野啦吼，咱无要教白话字。好，谢谢。我要讲的是，遮个属灵的品格，咱只有表现伫教会内底尔吗？离开即个建筑物，咱敢有需要遮个属灵品格活伫遮个社会，活伫咱食头的所在，活伫咱的校园，敢有需要？上帝予咱属灵的品格，毋也是教会内底。应该爱充满伫咱的社区、咱的社会、咱整个的国家。因为保罗讲，安尼做较符合上帝对咱的呼召。安尼做较符合上帝对咱的呼召，这就是咱活伫世间无共款的所在，敢毋是？一开始牧师就问咱嘛，凭什么是咱？凭什么咱是得救的迄群？为什么是我们？今仔日上帝予咱世间人的救恩，无独独受伫犹太人，是属伫咱世间所有的人。那安尼救恩不在咱礼拜堂的内底，应该是爱充满伫社区、逐角落、逐所在，拢应该爱有上帝救恩伫遐。特别咱带着即个信仰进入到校园，咱做工课、食头路的所在，拢应该爱将福音、耶稣基督形象来带入去。总是咱会讲牧师真困难呢，真困难呢。不过咱来回想，当道成肉体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伊用3天的时间直接传福音。我要问的是，耶稣真轻松吗？耶稣有吹冷气吗？有枕头的所在吗？伊会当常常食饱吗？伊无厝体通住嘛？总是耶稣基督有愿用这短3天时间努力直接传福音，而且耶稣家己嘛活出保罗伊头仔所讲的这个好的品格。什么好的品格？敢会记住？温柔、谦卑、忍耐、疼心、宽容、互相接纳、合一。耶稣伊要传一个和平三听的福音，伊要传一个互人合一的福音。所以耶稣伊家己本身就将福音来甲挖出来。保罗伊伫宣教的过程中间，咱若是看伊的批信，其实保罗伊有真济这个反省，伊用济反省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因为伊知伊家己过去就是迄个阻挡别人、攻击别人、无要互人听到福音的迄个人，所以伊知影讲人得到救恩。毋是守律法，毋是靠家己的行为，是靠上帝予人的恩典。上重要的是，咱得知影一件代志：过去道成肉体的主耶稣，以及后来受呼召的这个正使徒，甚至是来到咱台湾这个所有的传教士，因来到这，因无熟悉的人，因来到这，因爱面对人的排斥，因爱面对别人的攻击。总是伊有缘用透过保罗所讲的遐属灵的品格，用疼心、用忍耐、用听候，来将福音传予遮个未信的人、无熟悉的人。以弗所书这张批信，咱若是来看伊的里面，咱会感觉讲，哦，这个批信有够严肃的，这个批信嘛真精神。总是咱若是注意研究。其实这张批信内底充满保罗伊的祈祷，充满保罗伊本身的这个默想甲反省。通过这个批信，伊要写互这个国教会来看，目的是啥物？目的是要互这个得救的人会当知影讲，咱会当甲别人无共，
但咱甲别人无共，是因为咱受呼召，咱受呼召，咱得救的人为什么爱进入到灵魂内底？咱信仰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现在爱进入灵魂，就是爱将咱得救的好消息，就是福音安那传给别人知。咱小人看活伫这个世间，咱面对冲突，面对侪侪挑战甲困难，但是总是咱才会受呼召得到稳定的人。照保罗所讲的，爱活出这属灵的品格。为什么？别人会当放纵啊，别人会当照因的心思意念、因的需要去生活，是安那咱来要求活出这属灵品格。爱仁爱，爱忍耐，爱吞忍，爱包容，是安那咱来活出来。就亲像主耶稣基督相共款，亲像主耶稣基督相共款，咱活出安尼一个属灵品格，是要互人对咱的身躯顶看出基督的性命，看出基督的形象，就是咱的身躯顶。咱做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求你怜悯阮。有时阵，阮是教会久久，阮信主久久，阮反倒忘记，阮反倒会感觉讲即个信仰理所当然。阮欠缺反省，阮欠缺自我省察，家己到底活伫即个世间的目的是啥物？到底真做基督徒的一个目标是啥物？主上帝，求你怜悯阮。总是通过今仔日，你通过保罗所写的批信，倒一概甲阮提醒。阮伫世间会当得救，听到福音，跟对主耶稣成做伊的门徒，完全是出在主上帝你对阮的疼，你予阮的恩典。总是阮要活出这个得救的形象，求主你的信心帮助阮，会当活出亲像保罗所讲的这个属灵的品格。对人爱仁慈，对人爱谦卑，爱互相包容、接纳、相疼，爱存合一的心。恳求主上帝，互阮不管是伫教会内底，还是互阮进入到校园，还是进入到阮的公司、食头路的所在，主上帝，你拢平平互阮表现出安尼属灵品格，因为我们要互人对阮的身躯顶看起基督的形象，来看起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生活所在？恳求主上帝，你的神安尼来帮助阮，常常提醒阮。原来向你恳求仰望，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国用圣诗第485首，主赞阮互相接纳。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跟你撒娇我，朋友。
请坐，即时来奉献。咱来请黄传俊、赖建成两位执事来奉献。其实咱先来看今仔日的经句，伫咱的周报后壁，才有投影片。恁平素离开远远的，搭踮伫基督耶稣对伊的话有得到关怀，一副所思二章3请。恁远远的，搭踮伫基督耶稣对伊的话有得到关怀。伊佛所关怀，即平素离开远远的，搭踮伫基督耶稣对伊的话有得到关怀，一副所思二章3请咱掀开咱的周报，咱的周报今仔日的服侍人员甲后周的服侍人员，咱请大家来注意第2页就是咱的周间的聚会，周间的聚会有拜四的查经班、拜六的早祷会、祈祷会，与妈妈合唱团、逐团课的聚会组织，甲社青、下青少年团课的组织。咱遮还有圣歌队的练习、倒酒社、花艺班、舞蹈班甲日语班。咱遮有真侪的团课，甲咱社区的班，请大家有兴趣、有意爱，会使参与伫咱的中间。教育部的课程，遮即马嘛是幼儿有牧师开始第1场，8月后礼拜开始的第1场的授洗班，请
咱当中有要受洗的这兄弟无道友，咱邀请你来同齐来受造就。晋升课程伫做伫长老遮，伫逐礼拜中昼时12点，拢伫705教室，拢有遮个课程。即马讲的是教会论，主要的组织嘛伫咱的教楼，遮对早时的8点半开始有各种班、师范班、成人班，甲咱差9点半以后的国小的合班，甲咱的幼稚班、AB 班，咱遮有囡仔，有隔壁厝边小朋友，嘛会使邀请伊来参与。咱掀开第3页，第3页是咱教会小组组织。本周青溪区伫秋美玉姊妹因兜，大有区是关怀探访，中正区是伫教会101教室，则由吴丽玲来主理。幸福县府区则由郭正煌的弟兄家里。中山区则伫101是拜六的时间，由郭传新长老来主理。艺文区有2组，一个是家庭长老的厝，则是拜二。保罗小组嘛是拜二，一个是暗时，一个是伫下晡。山阴区则是陈正兴兄弟的厝内。桃园区遮甲咱的县府区，遮拢共位吼。好，咱过来看咱的奉献证明。伫奉献证明遮，若是有错误，请你来往咱的总结来反映。咱来看第5页。第5页头一个就是今仔日要为着8月份的上生来庆祝遮。有看到名的吼，我来念好啦。李徐礼、陈玉凤、李张碧霞、谢景、施美华、李美清、刘敏洲和蔡罗以、黄文正、叶丽、陈宏文、黄秋颖、刘惠美、于玉芝、黄如玉、肖妙倩、陈秋信，还有是陈以佳、岳淑玲、石桂珍、陈以璇、陈玉瑜、陈永嘉、林主耀、张慧珍、郭玉秀、刘佩君、田明成、黄若平、林新群、洪林君、洪琪霞、陈巧文、黄燕如、罗庭轩、何嘉莲、张彩凤、王晴、李仁志、吴茂成。若是在座遮名单无你的名，你嘛会当出来。还阁有咱的在座兄弟无？歹势出来。对。我人会当来到世间，享受伊所创造一
遮无出席的上生内底，咱的区长会使来代替来关心。今仔日下晡点半踮伫七公的会室，有8月份的定期的中职会、线接的小会。伫咱的即摆的外口，4楼外口开始会使领取咱的中职预选票。这票呢，签好了后，你会使投伫咱4楼电梯边仔，遮有一个投票箱。伫遐吼，恁将你祈祷心中的对象甲你签好甲你投入。后主日咱有3组高雄3组教会的陈信中牧师要前来咱本会来请安拨款。迄日阁有义卖，请咱为着因的需要来奉献代祷。而且伫后礼拜主日学有主日学的毕业典礼伫咱遮有伫咱的礼拜堂有举行咱的毕业典礼。煞接了后，要去高楼举行咱的座谈会家长的座谈说明会，互大家知影咱主日学的重要。关怀部伫后礼拜的12点，伫七孔的会室嘛是要召开的部会，请部员来出席。点半伫高楼嘛是要召开主日学的会议，请咱来同工来出席。教会消息，8月16到18，才有3天2暝要前往双联团契，要前往花东去出游。遮的集合的地点伫倒的，请爱真少看，莫老高是到咱火车开去你袂当上车，你都袂当甲大家同齐出门8月18嘛是阮青年加有社学校的成员，要有一日的出游野外礼拜，是8月18，早是7点半到下晡7点，要去前往著名美术馆甲狮头山的公园。遮呢，在座有青年的、青少年的，会使鼓励因来参与。第3点，就是咱的平安7月节音乐会。伫8月25拜六暗时7点半，踮伫艺文展演中心来主办。今年演出的合唱团是有木声合唱团、跟拉拉山的精灵合唱团，还有八角塔的男声合唱团。所以遮呢，请为着平安7月节音乐会来奉献代祷。青年嘛，迄日嘛，改你去参与音乐会，所以伫教会无青年的礼拜。社区的才艺班的招生有落画班，这落画班伫9月初4开始，每周拜2暗7点到9点半，踮伫705的教室要来上课，欢迎大家来参与。邀请咱社区无熟悉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同齐来学。报名来咱简称执事，也是办公室与同家来报名。上尾一点，就是为了咱要改选这个团契，若是还未改选的团契，请来甲我教育部遮知影。你改选的时间是当时，来甲小会来讲，咱请咱来干选遮的长老来出席。第2点，还佫有就是咱恭喜咱是青年遮的社青遮邓亚中，已经选出来是新年度的会长。柯宏斌是学青，他是学年度的会长，少气是赖和谦，也是学年度的会长。以上，请牧师来报告，互相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即只做介绍甲补充报告。
大先要来介绍两位兄弟，第一位是刘德乐的这个朋友，是越南籍陈俊英兄弟，陈俊英弟兄陈俊英在后面好欢迎你，好，请坐，谢谢。好，第二位是牧师甲牧师娘的同学，姓伊的同学王志伟，以及伊厝内底的人是徛边。好，因为是同学吼，我还袂叫伊坐落去，伊就坐落去啊。好，牧师一只做补充，咱看到头寡教会的消息，有讲到第二点这个社学少今生一日游，甲这野外礼拜啦吼。迄一天，原底下暗的青年礼拜，阮就是改做讲出去旅游的过程中间，阮就有一个礼拜。所以迄一天下暗的礼拜改做是下早时，阮是野外来进行。这是8月18号，至8月25號，阮嘛是将这个礼拜形式改做讲邀请这青少年去邀请你的同学、这朋友。去到这个音乐厅，通过音乐诗歌来传福音啦吼所以这2天连续2礼拜，这个青年礼拜形式有改变。好，一只做补充的报告。上映即嘛来唱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起立因转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到阮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我。
家同齐来唱吟诗。万主应爱的你都在我地下所在，万主所以心的安宁。大地和鸟子为家堂，请求得到我己的公路安平快主的电压别倒。咱请大家起立行平安礼，较慢的就去楼顶吼，较慢的，大家请安者。